开始直播啊，可以开始了。现在是怎么样的情况？歌曲在播哈，好。我的连接状况可以啊，为什么？怎么弄？安安，hello hello，啊，可以啊，我现在手机上出来了。嘿，各位，哦，听到。那晚上好，晚上好。哇，这么多人哦。那我们今天就是先预热一下哈，到30分的时候再开始好了。我刚吃完饭，怎么说呢？今天就是圣诞节之后嘛，然后我昨天也是在 IG 上面，还有那个什么YouTube 上面都放了我那个总结，对不对？所以我想稍微聊一聊啊，我2019年鼻子好痒，我2019年到底做了些什么东西？这画面是我没有满哦。哦，对，哦，这样子哦，这样哦，可以这样子好了。那大家可以一起那个发这个评论来一起聊一聊之类的都可以啊。当前音频视频低于建议值，什么意思？我觉得大家看画面清晰吗？或者是说听我的这个声音都很清晰吗？清晰的话说一下哈，我这话没有清晰就可能会观影上面有一点不舒服了，大家可以发一下。然后还有几分钟，还有3分钟，再预热一下。然后他给我这里警告是什么了？建议您的音频视频流比例4500，没有关系啊，这样子。大家看得清晰吗？清晰哦，好。哇，真的靠腰哎，什么鬼啊？突然可以了，可以。啊，可以没有啊？真的是什么东西哦？我网络现在可以看到吗？发福是什么啊？靠腰是什么鬼啊？啊，三小，拜托进去啊！哦，可以进来了，进来了。好，可以，perfect，完美，欧了。现在没有问题，现在没有问题哦，现在没有问题。我看到了。好，现在是 OK 了，现在啊也已经8点半了哈。我刚才网络一直不太好啊，就突然断掉了。好，但没有关系，现在已经完全解决了。现在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吧。首先，我觉得我没有变胖，我觉得我变瘦啊。你没有觉得我以前在影片里面的样子是不是和现在比起来的话，我现在会变得脸变得更瘦一点呢？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我这脸真的很大，这样子，是不是？没有感觉吗？我现在看看我播到哪里了。
首先我觉得我没有变胖，我觉得我变瘦啊。你没有觉得我以前？对啊，开始啊，兔兔开始了。对，没错。不要给我出错，拜托，拜托你，让我好好直播一次。我在 YouTube 上直播真的是，之前直播突然啪一下啊断掉了，然后又直播就是直播网络游戏嘛，就打 MOBA 之类的，打着打着突然断掉了，打着打着突然断掉了，鸡掰了，这很难受。所以现在拜托，お願いします。好，那我现在呢就来展示我这本我之前写的书。我觉得那个我英文不太好，那叫什么 SMRLESS？你在那个YT 上面说我什么字写的有点不工整是吗？我也觉得，但是我觉得自从我开始写繁体字之后，我觉得这一年里面特别是变少很多，而且自己开始认识的字也比较多了。对，然后现在感谢一下各位愿意支持我吧，然后点了订阅，我现在总共有1200多个订阅了，很开心了。什么？自己觉得自己瘦了就好了？我本来就很瘦啊，什么鬼哦？然后，我想敢说什么？我听到我这个影片里面说话，我真的很尬。好了，继续。因为怎么说呢？我以前呢，就是我现在在制作这个影片，其实，在 YouTube 那边，我觉得哈，那回音我听到了。我把它关掉。现在就是我现在 YouTube，虽然说已经是可以申请那个盈利了嘛，但是好像他说可能是那什么，有几部27的那个音频是吧？连线恢复，OK perfect， 没有问题。拜托。啊！直播真的好难啊！为什么这个网络这么难受的？直播真的好难哦！不是啊，这网络问题不是我的错啦，我也没有办法，这网络就是这样子啊，我真的没有办法，这网络我受不了。不是我真没有自我安慰哦，我是真的受不了这网络的问题了。好，继续。所以那个审核没有过嘛，所以就觉得啊，我可能需要分开来。我觉得也是，后面我就想着一个，不是我之前还在录 vlog 之类的嘛，那我就觉得我要不要把音频和 vlog 两个地方分开来。就是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现在觉得的话，就是如果是一个频道里面做 vlog 也做音频的话，可能内容上面，各位可能会有点接受不了啊。就是我本来在发音频的，但是突然之间 vlog 出来了，然后就给我个机会吧，给我个机会好吗？哥，给我个机会好好直播可以吗？拜托了，我真的想好好直个播，为什么就这么难呢？为什么？哦，天哪，受不了！真的我是
真的，我是在 B 站我是直播不了，主要是年龄不到啊，所以直播不了。然后 YouTube 的话，就是因为没有限制，但是网络问题嘛，所以这个点上我还是比较尴尬的。有些上传之类的还好，但是一到 YouTube 这样子一直要保持一个上传这样子的速率的话，就比较难受了。我真的想它的网络如果好一点的话就很棒了，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算了，那我就刚刚想到哪里啊？就是讲到那个频道，对，所以我就想听下大家意见好了，就是是我开2个频道好，还是说继续在一个频道里面制作一个这样子的形式 vlog 配上开箱之类的，加上音频，在一个频道里面做，这是一个想法了。然后跟大家说啊，真的，你们遇到所有的卡顿之类的，绝对不是你们的问题，你们的网络肯定没有问题，是我的，相信我，是我的问题。对，不要太多想，你们网络，对。然后啊，你觉得可以分哦？好啦，我其实已经创了一个频道，我也在想着要不要把它分开来的。然后分开比较容易看，做后背，好啦，那还分开来好了，就分开来好了。我打算明年的时候我就把它分开来做了。那么直播之类的，我可能也会移到那边去吧。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也去订阅一下的。我现在频道那边推荐里面，就是我之后要去经营的频道，就是那个 vlog 的频道。之后呢，我来讲一讲我2019年在学校里面的话是怎么样子。这虽然跟大家没有太大关系啊，但听一听也是好的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哈，大家如果身为一个学生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是国中或者是国小或者是高中，好好读书很重要，不要像我一样，国中没有读好，然后就读了一个专科啦，所以可能很多方面就是跟大家不太一样了。对，我还是把这个关掉，我就直接书就合上好了，我就直接说好了。怎么说呢？学校的话，我就是其实我数学什么都不大好，我就是对要努力才行。我在胡言八道，算了，跳过这个话题啊。其实我开直播，我这个没什么可以说的。好，那大家也提点问题吧。其实我要说的其实都说完了。对于未来展望的话，除了一个 vlog 的话，我还有小九影片诱惑好大，什么诱惑很大？是关于哪一方面呢？对，我继续说哈，就是再来就是未来的话，我决定，因为要读大学了嘛，所以音频的话，我可能更新速度没有以后和现在这么快了，因为到了大学之后，我就是一台笔电而已了，我可能这么大一个话筒是带不过去的，所以我是在考虑以后音频可能会稍微更新的时间会比较少，然后在宿舍里面，如果我一个男生这样子对着话筒这样子说话的话，可能我的舍友数学好的都是天才，我一看到数字就晕。女装，女装这个东西有机会会做的，有机会肯定会女装的。我最近不是发福吗？然后你不是说发福，
然后衣服什么还没有买啊。国文烂不行了，国语一定要好，国语不好的话，很容易被骗的。最起码在中文圈子里面，你国语不好的话，你被骗的几率特别特别大。然后，其实我还不知道大学是什么样子的，我也是第一次要上大学嘛，所以也没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啊。对，好，大家提点问题吧，就是来跟各位说一下。小九有粉丝名吗？粉丝名好像还没有因为我觉得，瘦当然很瘦啦，怎么可能不瘦？我是脸瘦，对不对？我身体很强壮的，都是肌肉是不是？我要脱掉，然后穿上女装，真的是金刚芭比哦。我和你相反，考试我们都是帮彼此哦，帮彼此。所以你的意思是考试作弊吗？作弊被抓到很危险的哦，是不是？粉丝名叫小三吧？为什么叫小三啊？小三是什么？你说第三者吗？粉丝名叫小三。大学社会两种，一种是都在睡觉所以变瘦，一种是吃所以变胖。那万一你反过来这个字就是脏话了，小三。大学里面，我觉得我最期待的还是一个轰轰烈烈的爱情。好了，我都没有正儿八经的谈过恋爱。对，小三，你就是经常一直吃的那位哦，所以说你应该比我年长哦。小三，为什么喜欢叫小三啊？大家有没有这个的概念？有没有说一下的？其实我觉得“小三”这两个字，你反过来那个含义更加有意思。啊，大家可以问点问题之类的，我可以回答一下。小一哦，小一还可以。小一那个如果说小一，你可以拟声词一样，是不是？小一小鸟依人，是不是？这样就可以，这个可以耶。明年20岁啊，我明年18岁。我哪有不优呢？我只是说三，我没有说，我不懂，不要骗我，不要说，不要让我说那两个字，我不喜欢说那两个字。话说，哦，抓到喽，露拉拉在说那两个字，女装会有的啦，女装要不等我18岁的时候，我就装了女装。99长长久久嘛，这个也不错99，这可以，这个真的可以，长长久久。看不出来这么年轻，那你觉得我几岁哦？我记得我同学说我这样子可能有个20岁，但是我觉得我还小啊，不感觉我还很年轻吗？我现在真的，一看到这个直播上面写着
当前音频、视频比特率之类的，我就有点害怕。期待我女装呢？为什么要期待哦？不应该男生女装都很不好看的吗？都喜欢看男生女装的吗？哦，对了，我要聊一聊 B 站，我忘记说 B 站了。B 站的事情，我想以后直播，我想最好一点就是 B 站和 YouTube 一起直播，但是现在我还没有找到这样的可以一起直播的一个方式。然后 B 站的话，粉丝们干脆叫做亲爱的好了，亲爱的，这也不错哎。敲完女装呢？女装可以啊，当然可以了，等我买了就好。大学的话，因为我是职业高中啊，职业高中的话就是大学是给你直接分配好的，就是你一定要去这个大学，或者是说，因为我们那边有高考嘛，高考的话就是你可以放弃这个大学的那个直升机会，然后和普高生一起。你这句话讲的，我都咳嗽了，跟你讲实话，看起来像50岁。啊，就是说，我们那边有普高，就是普高是有1年1度的高考的嘛。然后，如果我们不想读直升的大学的话，就一定要放弃这个大学的机会，然后跟普高生一起去考这个高考。但是高考的话有一个缺点哦，因为我们是职业高中，所以普高里的教材之类的跟我们都不一样，都没有学过啊。所以，如果你去考高考的话，一般来说都进不去的，除非你在外面也在学习，然后很努力。小九懂尾声吗？尾声哦，什么叫尾声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我可以发出另外一种声音，就是我可以发出，比如说雄厚一点的，或者是幼小一点的，都可以发出来。但是尾声，应该是说为女生嘛，就是男生的声音变成女生声音嘛，这个还是比较难的。学测、机测，可能我们这里那个考试跟台湾还是不太一样的啊。台湾那个考的话，可能不是有一个高中生都是有一个学测之类的嘛，然后我们这好像没有没有这样子的。哦，IG 一个赞，先把这擦掉。对，应该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这里就是要么你去读，就是分开来，你要么读书好，国中读书真的很好，然后就直接去高考，高考进了你1本、2本、3本，或者是大专，大专就是我们现在要读的，对，我们分4个，大学里面分4个，1本、2本、3本大专，然后专科的话就直接升，对。所以还不太一样，真的不太一样。但是他是男的，是什么意思？小光妹妹超赞，但是他是男的，什么意思哦？你是说有男生吗？哦，吃的好饱，我今天吃太饱了。啊，那个尾声超厉害。没有啊，尾声不是说什么气泡音之类的吗？这个不太会。哦，你们在聊什么？我怎么看不懂了？好，大家还有什么想问的吗？我想着再直播一会儿，然后就下线了，因为
我好像聊不了什么东西去了。咱们已经聊半个钟头了，其实有4-5分钟的样子是一直在连接之类的。哇，我晕了，手机没电了，然后我先去。哦，可以，先去好了。尾声超厉害，YouTuber 吗？那我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我 YouTuber 上好像都是一些讲，就是我 YouTuber 上面订阅的好像就是一些什么阿迪啊，或者是九妹这些，还有蔡阿嘎之类的，我好像没有看到过小光这样子的哦。不过我超级喜欢一个 YouTuber， 是一个就是 Max Game 的，对 Max Game 我超级喜欢。我没话，当然那肯定没有话。聊天15分钟，卡15分钟，你放心好，现在肯定不会卡，已经直播了那么久都没有卡，说明这次是稳了。因为我们这里网络确实，怎么说呢，就是你懂的嘛，所以就比较难受了。不过现在开始应该是不会卡了。我自己看我自己好像身子一直在不自然的抖动，果然我直播次数少，我就是比较尴尬。跟你说，现在真是 moment day 啊 ，moment day 了。我咖喱膏这种东西已经解决了。什么又来了？哎，我讲到啊，搞得好好啊，你记不记啊？可能这么一说，下一秒就卡。你不要揍我哦，揍我不好。我还想多聊一会儿，你就这样子。话题再讨论一下穿啥女装？穿啥女装？哎，我觉得我不喜欢那种 cosplay 的样子，我喜欢直接穿那种正儿八经的女生穿的那个，会不会感觉比较好一点？就比如说休闲装，是不是？就那种，就好亮丽的，是不是？超漂亮的那种。那一走出去化个妆，哎，正妹哎，是不是？会不会有这样感觉？哎，菜喜欢叫你芊芊，其实我更喜欢叫小凡。啊，JK 女仆不好啊，女仆没有我这样子的衣服要定制啊，水手服就是 JK 啊 ，JK， 你确定女高中生有这么壮硕的身材的高中生吗？掏出来都是肌肉的高中生有吗？应该没有吧。我们还是平常一点的，就比如说大家平常穿什么衣服的，对不对？也是女装，再戴一个假发，是不是？假发戴上就很像啊。然后，我发现这个延迟有点久哎。我发现我已经在讲那边的时候，你们还在讲我之前的那个，这延迟有，真的很有。没事，叫啥都可以。你这头像那个米老鼠，不是米老鼠，这什么？杰瑞都蛮好的，蛮可爱的，都一样可爱。都是肥肉，真假？哦，你是说我都是肥肉的？我真的是肌肉，这里真的有肌肉。我后面还有那个哑铃呢，我一直在举哦，举着就有肌肉了。我后面有哑铃，但是我现在不去拿。兔兔还笑我都是肥肉吗？但是虽然说我吃的多，有时候吃一个披萨、2个披萨之类的。哦，2个披萨没有2个披萨，就1个披萨。
哦，这音乐怎么又停了啊？哇，又没话题了。我感觉我好尬呀，我总是会把话题终结掉。其实我一早就预示到了，相不相信？好了，其实我刚刚遇到。啊，来了，欢迎哦！我开立，不是肥肉，不是肥肉，真的不是肥肉，怎么可能是肥肉呢？真的是。啊，肥肉的话，我就健身不配合饮食，那跟没做一样。饮食的话，主要，你知不知道有一个 YouTuber 叫什么？一个韩国人哦，看过 Cooking，然后他就每天吃很多东西哦，他什么吃很多面啊，还有那个一口一个鸡腿，我全部吃掉。然后他那个手臂肌肉粗的，我觉得他也没有太健康啊。就也没有很健康啊，但是他还是肌肉满满的，就是双下巴出来了。别挣扎啊！我没有挣扎哦，我怎么可能挣扎？这是事实，事实胜于雄辩。但是还是要狡辩一下的，不狡辩，我现在看我这手这样子在做的时候有点猥琐，哦，好污哎，干。哒哒哒哒哒。啊，那我现在来问一下各位，觉得我这星期这礼拜就是做的音频怎样？还可以吗？就是比如圣诞节啊，或者是之前那个上海滩呢，你们觉得质量或者是说效果觉得怎样？他们叫我不要挣扎，你还笑呢，感觉超伤心的，不要这样子啊！哦，我今天好像中午饭吃的也蛮多的，我今天吃了一个合适的一个中餐，然后就是因为我看到罗森了，看到罗森我就好久没有看到这种便利商店了，因为我们这里的话，不像上海或者是像台湾那种，就是遍地，还有香港都遍地的遍地的便利商店啊，我们这里就不怎么多。然后我突然看到一家，哇，这里有罗森哎，然后我就进去，然后看到一个叫什么，一个饭团啊，一个饭团很可爱哦，那个就和我在那个别的地区还有国家那种看到的那种饭团一样，就是有一个小熊一样的，就很可爱。然后我就把它买下来了，8块钱哦，折合台币多少钱啊？折合台币的话，8块钱，30多块台币吧。然后就买过来，然后就吃，吃到一半吃不下就丢掉，感觉很伤心。我感觉我又浪费粮食，但是那个肉真的还蛮好吃的，吃起来像粽子一样，不过它外面包的是海苔啊。对，我觉得便利商店真的蛮棒的。便利商店，只要饿了你就直接去那边买，然后要熟食让他给你热一下就可以，特别方便，而且免费。不知不觉承认是肥肉，没有啊，没有肥肉的，不是肥哦，除了肚子上是肥肉，肚子上是肥肉，都是肥肉，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一直仰卧起坐之类的减不掉，然后手臂上是有肌肉的，它已经有那个什么形状了，改成什么？改成胖球吗？但是我觉得还好啊，我觉得我真的还好啊，不像
那有些人不是更胖吗？那种做就更胖的那种怎么办啊？那叫超级胖了吗？还是多锻炼，多锻炼，然后保持身材，或者是说把身材维持下去。对，没错。哦，对哦，最近好像天气是比较冷，我们这里之前还阳光明媚的，但是到这几天的话，阴雨绵绵的，而且还在下雨。写啥呢？都吃成。菜菜，你这话说的我很扎心，你快娶不了人了。我看到错别字了，你不要打2次，我知道你是写错了，就是写错字了啊。就我说真的，我现在体重70以上嘛，然后80以下嘛，就这一个体重范围内。是嫁不出去，我还是能嫁出去的呢。不行，你们不能这样揍我，揍我不行，我还是要找的，不找的话，手都没牵过，是不是很惨哎？说回天气呢，说回天气，我们这里就7度而已，然后上海就6度了，真的比较冷啊。各位还是要多穿点衣服的，衣服还多要穿一点，真的啊！不要说实话，说什么大实话？最近就不要说大实话，实话说多了不好，伤人，真的很伤人呢。不要调侃，不要调侃，很伤心哦。管理一下皮肤哦。其实我挺懒的。其实我这里有这个啊，我有买这种什么保湿的乳液啊之类的，我都有买哦，都有买，这样子都有买。但是我涂着涂着就给忘掉了，就不想涂了。对，什么叫做老实的人要说老实话，不要说老实话。其实我觉得还好啦。对，但是我觉得面膜的话，还是有时候可以敷一敷的。做我的卡诺就瞎哇塞，还好吧，我觉得。我们以后要不要来出一个专门讲怎么保养皮肤、怎么做化妆之类的？我可以多买一点。不行，这个不行，胖九猪就不太好了。猪在中文里面还是不太好说出来的。真的胖了吗？真的假的？我衣服穿多了啊，我今天穿了好多衣服的。我今天穿了，这有加绒的哦，有加绒，所以说可能衣服变胖了。对，没有啊，没有，真的。你看我这衣服跟我这个肉还是有差的，看见没有？我肉在这里，它衣服就这么厚，然后就把我的肉就比较显得我比较肥胖，但是其实我很瘦哦。你看我这个是不是？是不是？一看就知道，是不是？实践出真知。我喝点水啊。我确实是买了就不会用了，除了洗面奶还是会用洗面奶，然后这种保湿的我就想起来之后才会用，而且是这个涂好，然后是涂这个的话，皮就是脸摸起来会有点
油油的还是什么，感觉不舒服。晚上睡的时候，我比较喜欢摸干燥一点的脸，然后可以睡得舒服一点。没有，我真觉得我脸是真的变瘦了的，我脸没有变胖啊。我记得我以前的影片，我脸很胖的啊，是角度问题哦，还是什么问题？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脸。我以前的影片呢？以前影片在哪里？播放清单。看啊，我以前是挺胖的啊，就这个啊，我以前真的挺瘦的，我以前好瘦啊，为什么现在变胖了？哎，靠腰，我怎么变胖了？不然现在去称，我不要去称，我知道我变重了，我不喜欢看我体重的。昨天也不保湿，留着过年了。猪肉今天好像挺值钱，我不要啊！我已经不吃猪肉了，猪肉会变胖。我现在一般吃牛肉、鸡肉，是麦当劳不好吃啊，还是肯德基那个什么不给你满足了，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让你去吃可爱的小猪猪了，是不是？不要现在称，不要现在称，我怕我称了我自己会昏倒的。好了，我说实话了，我现在75公斤以上，好啦，真的是不能再说下去了。其实胖一点好，幸福胖，你是这个没有？我没有说胖一点好，我只是看这个幸福胖说一句快一点好。胖其实以前老一辈人确实是说胖一点好啊，因为那时候吃不起饭。我懂哦，你说要把我当猪肉去卖，我懂哎，只是我不想说而已。对，猪肉贵的话，确实蛮贵的。现在，哎，不要说我胖，我会减下去的。给我一段时间，我会瘦下来，差不多是我2倍啊！不会吧？哎，不是啊，不，所以猜猜你的体重只有70多公斤，没70多斤，还是说80多斤哦？这么轻的吗？哇，你们笑得好欢哦，真的好伤心。为什么说我胖你们会这么开心呢？明明我这么可爱，我好不要脸，我自己笑的都不要脸。哒哒哒，差不多。哎，等等哦，小凡，今天星期几来着？今天星期4哦。你们应该现在是早上的9点吧？你应该是在学校里面上课啊？为什么？你怎么这么欢乐的啊？你们老师不管你了吗？我不到50公斤，你要是50公斤的话，你说我是你的2倍，那我就200斤了。粉丝名叫要瘦，要谁瘦？要你们瘦还是要我瘦？要瘦，我也不到。哦，你们都好轻哦，都不到100斤。这体重很好啊，女生这样的体重蛮不错的。没有40不到不行啊，40不到太瘦了，太瘦了不行。早上8点14，8点14不是9点14吗？不是美国和我们是多了12个钟头吗？你这里是，对啊，小帆是在美国。哦，你们还是
25号是吗？哦，放了啊啊，そうですね。你啊，哦对，美国好像是过年了，圣诞节之后是过年了，对，没错。哦，香港圣诞节也放假了吗？这么爽的吗？哇，我羡慕啊！我现在就等着一个假期叫元旦呢，元旦假期过一下。这什么？Colo XDY feelings 上啊，这个我英文不好，我不会读。不，你有没有中文？中文可以说一下，我可以念一下。反正我真的不太懂英文。吃超多就是不胖。哦，你在这炫耀呢？炫耀什么？我吃超多我就会胖哎。假期是我们的天，对啊，假期是我们所有人的天使。冬令，哦对，美国还分冬令和夏令时吗？兔兔快点去睡啊！哎，你明天要考试了，你今天这么晚睡还好啊？我要斯密，我要斯密。然后因为我接触不到啊，主要是我真的接触不到英文呢。为什么元旦不放假哦？元旦不是都放假的吗？好像日本也放假的，日本元旦就是过年，所以都放啊。为什么你不放呢？但是我觉得我英文也还好呢，我的口音是纯正的，但是我英文读不出来，是不是？我可以随便找一个英文的诗句，我跟你们读一下。Let me look， 让你们看看我纯正的英文。我也知道我要学英文了，谁不要学英文？英文学好，全世界都通了，是不是？我随便找一篇英文哦，我给你们读一下。我们就读这么一点点，好吧？哎，Google 给我翻译了，这么好？不行，我不要你翻译，翻译了我读不了。会学啊，但是我学不进去啊，懂不懂？我跟你们说，我来念一遍，你们要听着，考你们听力的时候到了啊！念的是这些，这可能看不清楚哦。Three, 1, 2, 3, 4, 5, 6, 7, 8, 9, 10，是不是？我说的都是超标准的，我是纯正的华盛顿乡，沃辛顿，是不是 ？I'm English is so good. Yes, you're right. 我现在在盯着我自己的脸呢，他傻乎乎的才在拿那个手机给大家看。是不是我英文超好的？你们不要笑我了。一言难尽是什么东西啊？我真的这么不好吗？我觉得我挺好的。坐不住。Stop. You should stand up. OK, stand up. 不，应该是 sit down. You can sit down. You should sit down. down 是坐下，对。Three 的精髓是 R， 很多人都会读错，很难啊。牛津腔，我是沃辛顿，华盛顿腔，好吗？不一样，两个腔调不一样。我跟你说 ，Google 有读哦 ，Google 有读那个 Three 的，打出来。
third 是吗？色的，其实你读快就是色的，很色的色的。其实你对，如果我会读日式的英文，我倒是记单词的更快。比如说 Christmas， 我不会拼，但是我用日语的话就是 Merry Christmas， 我就会拼了。这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等下读下3哦，3。哎，怎么声音这么轻了 ？3，扯瑞，差不多没差。色的，是不是？就比如说你说 Chinese， 你读快就 Chinese， 是不是？这很正常，这读快了，你中文就是，你知道以前不会读的时候就这样子啊。你比如说 elephant， 艾了芬特，是不是？就是用中文标出来，字不会读艾了芬特，是不是 ？elephant，watermelon， 沃特麦伦，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我记得我们同学都是这样子读的。9适应。然后，那其实学英文，其实我们小时候学英文，其实到现在也是一样，就是学个英文，就是为了考个级，考级，或者是说你要高考啊、中考啊之类的。我觉得真没差，真的没差，我觉得。就是吗 ？Chinese， 是不是？真的很像。我当时就是跟我小学的时候，我就跟我同学说：“哎，你知道 Chinese 是我就说 Chinese 好不好？”他说：“什么意思 ？Chinese 啊？哦，是哦。”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小时候学英文很多都这样子。我之前清朝的时候也这样子，清朝那时候没有音标之类的，因为我现在音标我都看不懂，对，音标看不懂。然后清朝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用中文来标注英文的读音。我会想，你想歪了，你想哪里去了？告诉我，你肯定想到什么坏坏的东西了。哎，不要想坏坏的东西，少儿不宜哦。兔兔，你还不到18岁，不到18岁不要讲这的东西。对啊，因为英文是很国际性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我只能在亚洲混了，是不是？我他妈的！哦，你在哪里啊？为什么要必须学英文呢？你是在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或者是说美国还是英国？但是英文这东西哈，你这真的句型什么搞不懂啊！我真的是只能在亚洲混了。去香港的时候，我只能可以用国语，台湾也可以用国语，澳门也可以用国语，马来西亚也可以。你可以讲什么？哦，不可以哦，这里还有未成年小朋友，没人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吧？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新加坡其实不是可以讲中文的吗？新加坡不是华人比较多吗？讲中文就可以啊。没有啊，我想去的地方好像我都可以直接用中文去实现，或者是用日文呢。比如说，我要是想去台湾的话，我就可以直接讲国语。然后我要去香港的话，我廣東話講得好好啊，是不是？我廣東話雖然講不出太多，我可以用，也可以用國語啊。但是我想去馬來西亞的話，也是直接，嘿，我的中文很好哦，是不是？都可以啊。然後日本的話，是
是不是？はじめまして、私は佐藤翔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是不是？日文也还凑合，但是英文的话，我觉得以后科技发达了，是不是5G 时代来临，人工智能又发达一步的时候，Google 翻译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更大的惊喜呢？就看它了。当然，自己也会去更多的学习啦。当然，自己也会去更多的学习一点东西，因为毕竟其实现在这个软体真的太好用了，就是说你电脑上打开 Chrome 是不是，或者是用手机的 App 打开 Chrome，然后你直接去网络上搜寻一些是不是影片，或者不是影片，是文章之类的，你打开来哈，它会自动给你翻译的，直接自动给你翻译出来。没有啊，我也想去欧洲玩啊，我也想去美国玩啊，为什么不想去？但是确实亚洲更适合我待，是吧？哦，亚洲有个印度，印度也是讲英文的。现在新加坡小孩很少讲华文，为什么？他不，为什么？对，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挺对的。学到老，活到老，一生一世不怕。记得才可以记得。我记性其实还好，我记性真的还好。我就日语如果真的学进去了，然后有些句型什么我就不会忘。也像那种英文以前的英文哦，什么 What's your name?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之类的，你记住了就永远记住了，记不住的话。哦 shit， 我又忘记了，是不是？这个记住了就是永久性的。但现在软体真的太好用了，打开什么就给你翻译什么，要啥有啥，是不是？对了，小帆，你有吃到火鸡吗？听说美国好像过圣诞节都要吃火鸡，你有吃到火鸡哦？怎么样子的？我都没有看见过。但其实说要看你愿不愿意去背啦。就是说，我国中或者是国小的时候背古诗啊，还有背那个文言文的时候，不想背，我真的是一点办法没有。我是读个什么几百遍都背不下来。比如说，好像诗句都忘掉了，就出师表好了，那个什么先师背。什么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然后背着，然后就不会背了，然后就顶多就是我以前背古诗的话，我就是背那两句关键的，因为那两句关键的读起来朗朗上口一点，然后背下来就好，一般考试就考那两个。我同学都不喜欢华文。就是会讲不会写，比如我们也有考华语的，所以沟通写的话就不行了。对，哇，看来新加坡不太一样。我觉得马来西亚的话，你可以是学中文，也可以学英文或者是马来文，都是可以。我记忆中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差别不是很大。火鸡是感恩节吃是吗？我觉得美国人圣诞节也吃火鸡啊。不是啊，主要是以前小时候不是很多童话故事或者是说一些动画片里面都是这样写的吗？都是外国人一过节是不是就吃火鸡？圣诞节吃火鸡，感恩节吃火鸡，都是吃火鸡啊！感恩节火鸡还吃它？你可以火鸡还是可以不被吃掉的。你如果有什么运气好的话，变成了美国总统特色的火鸡的话，就不用被杀掉了。
感恩节啊，感恩节我在干什么？感恩节我是在耍废哦，我都不知道哪天是感恩节了，因为这天好像不放假。但是圣诞节的话，因为在国内的话就是比较有氛围嘛，因为大家都喜欢过，所以说还是记忆犹新，还是可以记住的。但是感恩节不太过。哎，其实我看到这个鸭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是感恩节吃鸭。圣诞节吃火鸡就随缘。圣诞节最主要还是放假是吧？火鸡快要绝种，火鸡不可能绝种啊！怎么可能绝种啊？火鸡一直是……我网络有没有卡？我看一下。我没有卡，吓死我！我有网络卡住了。圣诞节，我记得西方那边打折特别多，对，就像黑五之后就圣诞节，我看到网络上很多就是圣诞节折扣什么什么折扣什么折扣很多。新马场，对啊，我记忆就不大，但是你一说他们大多数说英文的话，我就觉得还是有点差距了。对啊，你这意思真的很像感恩节吃鸭。没有，我不饿，我刚吃饱饭，我今天吃了2碗饭。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吃了2碗饭。哎，火鸡我做都没有做过，吃都没有吃过，哎，我真的倒是挺想吃一次的，因为我看到一个外国人他做那个火鸡的教程有，就是什么在他的肚子里面塞果酱啊，还有那个水果这些全部塞进去之后，然后就可以吃了。一天一只火鸡我吃不下去了。我昨天，其实我昨天那个什么吃下馆子吃饭，就是吃北方菜嘛，北方有很多那种，比如说东北那边就东北菜，大碗一大碗的，我真的点了之后我吃都吃不光。啊，圣诞之后才是黑五哦，感恩之后你撤回去了，吓死我了！我还记得，我都知道黑五已经过掉了。那天我记得美国黑五花了什么几千万美元还是多少的，有新闻报道。一天3只，我早上1只，下午1只，中午1只是吗？哇，我还要不要活了？我这样吃是败家，太败家了。我现在有一个目标，就是攒钱买相机。哎，好吃啊，就是吃不惯，因为太大盆了，而且它那个用料，就是我们这里的菜其实都是给你一个大盘子，要么就是小盘子，但是菜真的很少一部分，一点点而已。你吃的话就是吃不饱那种，但是色泽或者是说味道都还蛮不错的。东北菜味道也好，就是太大的你吃不掉，所以说我昨天吃了还留了好多。对，比如他那个什么猪肉炖粉条啊，还是什么东西，就猪肘子那种大小的那种肉有3块，我吃不掉。我真的，我最多只吃2块的，我吃2块之后我就吃不下去了。旁边一块酸菜鱼，它酸菜鱼里面还加粉条之类的，我就吃几块，然后鸡肉，对，它有那个东北烧鸡，专门的烧鸡，那烧鸡太咸了，但是配饭的话还不错，但是干吃的话，我觉得太咸了。但是很大盆，都是很大盆的，大盆。没有啊，我觉得你现在在美国的话，我觉得你食量应该会比在东北大吧。我记得美国那个吃的东西更多啊，比如什么汉堡，像是汉堡10美元一个，70块钱人民币那种，对，一大个
接吃下去，哇，那个滋味爽啊！我跟你说，美国就要吃那种汉堡之类的大块肉，一下子吃下去，那口感跟你说比我们这里亚洲这里吃汉堡爽太多了，而且芝士还多，我超喜欢吃芝士的，芝士你放多一点，汉堡里面真的超爽。冬天好容易饿，没有啊，冬天不会容易饿的，因为你怕出去之后就着凉。唉，真的好冷啊！这天气，昨天还下雨，今天就那个什么，不要解释啊，不要解释。美国人的是，那你不觉得为什么白人比我们长得高，比我们长得壮吗？就是因为他们吃的多，然后锻炼的好，发育的好啊，是不是？食量比我们大啊。我就是打嗝，我吃太饱了。真假的？不是$10一个吗？但是我记得我上次看那个 YouTuber 就是九妹还是谁啊？九妹嘛，他去美国，然后他就是点了那个餐厅里的那个汉堡，好像$10一个，大大的。对啊，这不是很棒吗？美国吃那种汉堡，在热量大，一吃就撑了，就饱了，热量大了，然后胃就很容易饱啊。我觉得蛮不错的。为什么那个 SMR 这个我怎么读啊？我不会读。什么累死？这猪的头是什么回事？不胖啊，不胖啊，只是有一句老话叫做“能吃是福”。看我这种吃都吃不了太多的人，就很可怜了。真的吃饭吃不了太多，很可怜。对啊，$1070多港币啊，78港币吧，7.8换$1。唉，我记得美国吃一顿是要这么多啊！我上次看 YouTube， 他骗我了吗？还是说他点的是超级豪华那种？哇，天哪！但是确实很诱人，那种牛肉是真的，他美国那种肉是真的大块大块的、大颗粒的，咬下去真的是。我跟你说，我不会读啊，我用 Google 来试一下 SMRLESS。SMRLESS SMRLESS SMR 什么 SMRLESS SMRLESS 所以菜菜没有啊？哎，菜菜打错字是因为什么？菜菜打错字是因为他的输入法跟你不一样。你用拼音的话，你打错字就是跟他不一样。菜菜是因为仓颉他偏旁部首不一样。你这不要把锅嫁给菜菜好吗？两个输入法都不一样。餐厅和快餐店不一样。那个麦当劳马库多纳鲁多是算快餐还是算餐厅的？还有汉堡王什么汉巴嘎 king 是这样子吗？汉巴 king 我读的是日文版的，我不会读英文。狗没大赛。
地区不一样，价格不一样。没有啊，不是我读，是 Google 读到，是 Google 读到。我还以为 SMR 可以拼起来读。对啊，输入法的锅就是输入法的，不是输入法没有错，是你打字的错误，好吗？为什么说是输入法的错误？输入法没有错。啊？为什么麦当劳、汉堡王上？哎，汉堡王在国内不便宜耶。哦 ，Burger King， 哎，怎么像骂人？Burger King， 对 ，Burger King。快乐风什么？小九还是说中文吗？我的英文真的有这么烂吗？是的，是吗？哎，明明我是华盛顿腔，你们却偏偏听不懂，就是输入法的错。好吧，那就是输入法的错吧，不和你狡辩了。期待你下一次打错字。对啊，这一个我记得一个汉堡王的这个汉堡30多还是40多一个，然后就可以吃饱，但是我不知道香港和台湾那边是怎么样子的，但是我们这里的话就是它起司特别少。hamburger 是不是 hamburger？ 我以前读小学国小的时候我就念过的 hamburger， 是不是？这个还是有记性的，是不是？没记性怎么可能读得对啊？我跟你说，这个英文的 FEETHEFII， 稍等嘛得，我看一下英文怎么读。哎，这个英文是什么啦？FII fees Feed the V. 哦 vis-a-vis，然后屁啦，有人没有哦，小凡就没有，小凡是陈继千帆，然后一个是唐晨晨二世，是不是？然后兔兔你这个是什么？ちょっと待って。Sophia. 哦，兔兔这个是 Sophia 兔兔，叔叔，我跟你讲，我英文是超棒的，是不是？对了，你们俩英文是超难的，这什么 ？Feed the field， 这个是 SMR less， 叔叔，哈哈哈。我说假话都渴了。那是当然，我跟你说，我也有英文哦，我也有英文名字哦，但是我记不住，我需要切换账号，看一下我微信上面的那个名字。哎，我微信靠腰还要登名字。有，叫做 David Tyrell， 是不是？这是我的一个
英文名字给你们读一下哈。Taylor。我跟你说，我就是怕忘记，然后我就把一个微信的小账就继承了我这个名字。Taylor，怎么读？我自己都不会读了。不是你们。对啦，这我跟你说，这两个英文单词我可是去 Google 上面找了好久才找到的哦，不是说一下就找得到的。跟你讲，啊，对，太累啊，泰勒 Taylor 啊，没有打错啊，我打错字了吗？Taylor。怎么可能错误啊？跟你讲，我英文单词这么好的人，哼，字没有啊？不是有一个那个明星的名字就是叫太累的，泰勒嘛，泰勒，那叫泰勒嘛。然后大卫是不是？大卫泰勒，有点猥琐的名字。自找嘛。那其实我觉得这名字很酷啊，是不是 ？David Taylor。哎，那当然，我觉得我日文名字要好读一点了，Satoshi Ka，Satoshi Ka this， 是不是？好吧，别说。这就不好了，这就不愉快了，是不是？这就一点都不愉快了。咱们应该好好的，不能这样子说的，是不是？哎，我就没有差啊。哦，你的意思是 Taylor 就叫 Taylor 是吗？这叫什么 ？Taylor Swift。这什么字啊？对，梅梅叫梅梅，对。但是这个名字，这怎么读啊 Swift 哦，对，我没读错 ，Taylor Swift。不是他其实姓的是 Swift 是吗？不是姓太。哎，我这个怎么回事？我这太累和太乐会读不清楚哎，就像我说桥本环奈，其实它叫桥本环奈，中文里面这样读。啊，我觉得我中文也不太好，有些字我还读不出来。对啊，我只是不确定而已啊，我以为它不叫这个字不叫十位福特，对不对？10万福特 Swift， 这样就记得清楚了。SWIFT 就是这样记单词要这样记才会最有效果，是不是？英文老师教你们英文了，要好好学。不要戳穿我，其实我是个很厉害的英文老师。哎，没水了，我要自己灌。我教你们怎么灌水吧。就是我们先要把杯子打开来，然后用水壶这样倒就可以。
好了，灌完了。我有好好学哦，我当然有好好学了。我跟你说，我记得我在 OneNote 上面是有记笔记的，只是好久没有更新了而已。我有记了，当然有记了。在哪里哦？看我这里其实是有写这种英文哦，因为我都是有写，我以前记录的，只是现在没有记而已。不要呼唤皮卡丘，皮卡丘来了，你让小智怎么办？怎么这么多弹窗广告哦？干！英文老师起重机了，傲娇大帝。能来个即兴 ASMR 吗？可以啊，你们要双声道的还是单声道的？单声道就直接这样子。如果双声道的话，我要把麦克风的一个模式给改掉。还是双声道的好了，等等改一下。哇，好重！好，我们先把音乐关掉。要怎么来？好尬。我发现就是很多 YouTuber 其实只喜欢这样子的方式来做 ASMR。对不对啊？等等，木克棒是什么？木克棒是什么东西啊？我看一下。耳机代名，我不会做太久啊，我只来一个即兴的而已。你是说直播吗？不可以哦，直播的话会变胖的，变胖了怎么办啊？变胖了就嫁不出去了。是不是啊？就不能一直吃啊，一直吃，一直吃，会变胖的，真的啊。小屁啊，真的是笑死我了！我跟你讲哦，一直笑不可以，你胖还离得很远，不可能不。我这样讲话好累啊。没有啊，不会变胖的，相信我，我有信心。我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我希望我在大学的时候去健身。对，
太大声了，不好意思，我还是把这个声音关掉。换回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好了。唉，胖了没有差。左手指月是什么？然后我发现我的消息真的好多那把手机的静音关掉，然后电脑上拼的一直弹出来，受不了。唉，不要笑了，笑有什么好笑的？是不是？我就是变胖了，怎样？胖一点不好吗？我大学里面，我打算去报一个健身的健身房卡，然后去健身房锻炼，对，拼命锻炼，锻炼到那个时候，你们就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我了。那个可以拳打四方，对不对？屹立不倒。我在说三小。好了，就是会瘦。没有啊，不是大红人就是不一样，就是YouTube 的影片通知啊，因为我关注了很多那个频道主，所以他们有些通知会过来嘛。胖一点不值钱啊！跟你说，猪肉很快就降价了，降价之后就完蛋了。但是我也不是猪，我不会去卖。把声音开起来了。左手指月是一首歌，是吗？话说你们刚才说起吃播，我好像看到很多韩国小哥哥还有小姐姐是做这一行的，然后他们吃的东西我是真的佩服啊，真的是一大个一个。健身教练很贵尤其是你要请一个正妹健身教练，对不对？如果是个正妹的话，你钞票拿出去，他们还不有可能不会再教你，除非你拿出大把钞票，他们才过来随便教你2下，输不输？所以直接办卡是最好的，办了卡之后自己去锻炼。跟你说，去卖是犯法的哦，不要怂恿我。声音是不是有点大了？我先把声音关小一点。你听到的东西不是事实哦，不是事实，不会去卖，绝对不会去卖，卖就不好了。我不行，我水喝多了还是打嗝我好难受啊！什么？我不知道这个梗，我知道啊，不是说卖的梗吗？卖的梗我知道啊，就是那什么，来钱特别快，是不是？床上一躺就一大把的，是不是？肯定懂啊，为什么会不懂？突然兴奋起来了。我懂啊，当然懂啊，为什么不会懂？这种东西你没有见过猪跑，也见过，你没有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吧？是不是？我不可能不知道，没有耳闻的，对不对？我也是过来的。所以，我觉得你们比我懂，不要装好吗？个个比我懂。
什么叫虎狼之少？我讲的是大实话，好吗？不就是床上一躺，钱就自己过来了吗？这是真话呀，真话不要讲了。过来人的意思不是这个啦，是吧？过来人的意思是，我手表刚才发讯息过来。过来人是说的意思是我们都是老人了，是不是？也是年轻人啊。不是说我做过那种事情，我还小，根本做不来这种事情，所以不要想多了，不要想多，想多就不好了。这个是常识啊，是不是？这跟那个什么教育课是一样的呀。就像国中不就是会教那种人体的那种东西的吗？这种东西是越早教越好啊，早教之后才会让你防止，是不是？防止触碰到这些东西啊。我在教你们，是不是？小朋友们要听到，然后考试要考的，记下来，知不知道？哎，我是在教你们，这个一定要学哦，不学不好，一定要好好学习。哎，划重点，划重点。好好，快点去睡，快点去读书啦！加油加油，考试一定要考好，尤其是国文，国文考不好，你真的，你母语就白学了。说真的，好啦好啦，拜拜哦。什么叫 gay 起来了？我跟谁 gay 啊？我跟谁 gay 啊？那你以为不是？你以为男生床上一躺，难道就只有跟男生的吗？这话说的，男生这么不吃香的吗？这话说的，天哪，也是会有顾客会来的啊，对不对？你就不要想着一定说是男生和男生嘛，对吧？男生和男生我也并不怎么，其实，对啊，男生和男生一般人也不会喜欢这样做的，毕竟同性恋还是少数啊。和健身教练，我都说了，要请教练肯定要请一个正妹教练啊，不可能说请一个男生又大又壮，然后开始那个自由的动作，是不可能的。哎，那个梗不要想了，不，我绝对不会和男生做一些苟且之事的。啊，我 get 到了好吗？我 get 到，当然 get 到了。你们都说我 get 不到，怎么回事？就是和健身教练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嘛，对不对？我的手在放哪里啊？天哪，我刚手怎么放进去了？自由的动作是不是？你只要清楚那什么香蕉君，他喜欢做什么？累积5击到吗？找肌肉佬干什么？找肌肉佬不好了，肌肉佬太多了，又高又壮，这种人按在地上摩擦。哎，我们再聊到几点？我们再聊20分钟吧，要不还是聊10分钟差不多，反正聊20分钟还是10分钟差不多。我们弄个2个小时，然后下播怎么样？超爽啊！哎，拉格腹肌哦，因为我对腹肌无感哎，
我只想着肚子稍微小一点就可以。我只是现在做的时候，就是你会摸到肚子哦，就肚子会凸出来，这肚子我就不这么喜欢，我更喜欢的是坐下来肚子是缩进去的就很好。不会聊嗨的啦，太嗨了不可能会聊啊，只会聊一些比较平常的，还有教育意义的，是不是？不可能聊太嗨的，太嗨你就要去另一个网站了。唉，胸肌胸肌我还是挺想要的，因为我同学就有，我还摸过，这手感是超不错的，我挺想有的。然后他说我现在也有一点点，但是不够多。12点下播要去洗澡12点下播，哎，洗澡要洗的啦，还要锻炼的，对。哦，还有，对，这部剧好像，我记得我在 Netflix 里面看到过一个特别好的剧，但是它韩剧啊，就是28号才有续集，有点伤心。不然我就可以说我要去追剧。摸过什么？你们在说什么？你们在说什么？这，不是摸过什么东西哦？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了？越来越听不懂了，是怎么回事？不要让这个。不，我其实不怎么 gay 的，我不 gay 的，我真的我不怎么喜欢。反正我不是同性恋啊，对，就是这样子。我不会喜欢男人的，相信我。我就这么朴实无华，这么的老实，我不说假话。小瞧了，那都不用教。自嗨吗？自 gay 吗？是不是自攻自受啊？你的意思是还不用教练？没有啊，这我同学同意让我摸的，我问过他，我说能不能让我摸一下？他说可以，然后我就说那你用力一点嘛，用力一点，这样他使劲一用力，然后胸肌就出来，胸肌出来我就这样手啪一下摸进去，哇，好厚实哦，好硬哦，这个哇很舒服哦，很有手感。但是他后来我去摸的时候，他就不给我使劲去用力了，就是很平常的，但是还是有那种劲道还是有的，就是摸起来那种手感还是有的，胸肌的手感是真的不一样。虽然我现在还是我一定要用力才会有那种手感，对，就是不一样。然后他就说，他以前是从国中开始练的嘛，一直练一直练，然后我就哇，太厉害了。自攻自受不好啊，要怎样自攻自受？自攻自受太多了，也是一种罪过。好舒服，很不错，对。其实是不错啊。你摸别人的，你摸他的男生哦，男生你摸他的胸，有肌肉的那种，确实手感是很不错的。但是如果说没有胸肌啊，摸起来就是软塌塌的那种胖胖的话，如果是很瘦的话，就是平的。对，男生就是这样子，女生的话 ，I don't know， 不要问我，好不好？你可以去问一些有经验的人 ，I don't know。我是过来人，过来人。我在看我自己那个影片上面，在自己摸自己，天哪！真的啊，就是喜欢锻炼是好事情。我只是在说鼓励你们锻炼哦，鼓励锻炼，这样子
自己摸上去才会有手感。对，鼓励锻炼，鼓励，不是说一些色色的事情，是鼓励哦。鼓励很重要，我就是这么个超人 ，Superman。哎，我是不是？真假的啦，你不要乱讲哦，摸过还不错。不可以说出来哦，不可以说出来。我是一个，你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看我的圣贤书，里面写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讲的是四书五经、三字经都有在里面。我是个好孩子。放好。哎，那没有啊，没有激动。要变深夜台了吗？没有啊，没有，不会变深夜台哦。我跟你说，我绝对没有这样子，我不激动的。那我只是好奇嘛，对吧？那你都说了，我就肯定好奇一下，问一下了。不是说那好奇，这小猫咪好奇不是也会喵的一下，不是吗？我们学校是不能穿运动服上学校的，所以就需要去更衣室换衣服，然后换衣服的时候就摸了。天哪！哎，你们学校不能穿运动服哦？哎，香港都这样子吗？哇，这样子可以耶，这个值得鼓励哦。不能穿校服，不能穿这样子的衣服去学校，然后有更衣室。当然我不是说那种，我不是变态哦，我不是变态，我只是说哦，这样不错，因为你锻炼和读书就不是有一个衣服了，这样子不会让你身上臭臭的。对，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不是说可以有更衣室那个什么，懂吧？懂我意思吧？而且我也没有笑哦，我是很正儿八经的跟你们讲道理。正儿八经讲道理，我只是一个从事教育的好青年，没错，我来教你们怎样子一个习惯是好的。你看，less 学校这样做法就很不错，是不是？锻炼和读书就是要分开来穿衣服，这样子才有最好的精神去学习，去进步，对不对？肯定不是因为说要换衣服这种事情，然后就很兴奋，哇，原来是这样子的，然后有一种痴汉样。不，我不是痴汉。当然是这样子啦，你以为是怎样的哦？我肯定是这样啊，不会是那样，是不是？哎，读这个兴奋是因为我要让你们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兴奋是一种错误行为。不是啊，那还好啊。你看我们的话，学校里面你可以穿自己衣服，但是可以穿任何衣服啦，就是里面，但是外面一定要是校服。你要跑步就把衣服脱掉，但是校裤还是在啊，就很难受。其实我蛮不喜欢我们校服的，有点丑。
这位同学哦，不要说我是痴汉，我是过来人哦。过来人是不会有痴汉这种说法的。我是一个正常人，我是一个过来人。过来人是已经经历过风风雨雨的好青年，所以抓到，不要说绝对不是你自己，就是你，你的手有问题。抓到，抓到，抓到。不是 ，Lance， 你这个一个圈圈一个箭头，这个什么意思哦？兴奋，这个好像是说男生和男生兴奋的意思是吧？有点自由的象征，是不是？不行，我鼻子又塞住了，不行，我完蛋了。屁啦，我才没有经历过，我哪有经历过什么那个什么跑步换一套衣服，是不是？穿衣服不是读书换一套衣服，我没有经历过啊，怎么可能经历过？摸过胸，哎，摸男生胸肌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摸男生胸肌又不色情，男生胸肌有什么好色情？是不是？袒胸露乳有多少啊？是不是？哎，我刚才在看自己擦鼻涕，就很怪，超怪。人生苍苍，就是男生，其实那个男生也挺愿意让我摸的哦。说实话哦，他也蛮开心的。虽然他说，虽然他比我好的一点就是，他是在高中的时候是谈过恋爱的，而且还亲过嘴巴，哦。我是连手都没有牵过，更不要说嘴巴。他这点比我强很多。虎狼之词，你这成语用错了，为什么用虎狼两个字？虎狼不应该是很凶吗？不是，你如果说你摸别人的胸的话，你会不开心吗？别人的便宜被你占到了，虽然说这是个男生的胸，但是还是占到啦，是不是？毕竟手感是真的很舒服哦，这是真的哦，不骗你哦。对啊，他开心我也开心，对不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是不是？但是我没有让他摸很多次，因为我不喜欢他摸我，我会不舒服。开心是正常事，不开心就不是那样。哪有激情？我不怎么喜欢激情四射的。就比如说，其实男生宿舍呢，其实有很多，他们其实做一些很那种事情呢，就是喜欢做一些猥琐的事情呢，但是不是真的做呢，就是假装的做一下那种，懂吧？但是我就肯定不愿意的。他们如果要跟我随便碰我两下，我是绝对不愿意的。我是真的会反抗，我是说不要碰我啊，很难受这样子，或者说你烦不烦啊，什么什么的，我会说出去，因为我真的不喜欢这样子。我会把什么秘密告诉你们了？他摸过我啦，只是没有摸太多次了。我让他摸过，因为我问他我有没有胸肌。你们都迷了什么？迷了什么东西？我自己都不明了我在说什么东西，你们就明了了。我是老实人，真的是老实人，说的每句话都是大实话。哎呀妈呀，你们不能这样子哦！
哎，反抗都可以被你说成这样子，我是真的。那确实啊，男生碰你2下，超难受的。我们看了这直播后都是明白人了，什么明白人？告诉我。对啊，当然是过来人了，都是过来人。尤其是我这个前辈在前面为你们指路，去吧，孩子们，那边才是你们的归宿地，是不是？突然之间，understand， 什么意思啊 ？understand， 我会读啦，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查一下呢，查一下。understand。understand。救救孩子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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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我个机会，我聊2句我就下了，拜托你不要这样子对我，拜托了，拜托了，拜托，拜托，拜托，お願いします，拜托，拜托，求求你，好吗？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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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卡住！鸡巴哎，我做错什么了？天哪，又卡住了吗？好吗？给个机会吧。好好继续，好了，最后总结一下，我要赶紧总结一下，不然的话他网络又卡住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最后总结几句哦，最后总结一句，撑住，撑住，撑住，拜托你，拜托你，拜托你。最后总结几句，好，那本期影片呢到此要结束了，大家要记住哦，不要想太色色的事情，对吧？如果大家还想就是有最新消息，想知道我最新消息之类的，可以加我 QQ 群或者是 Line， 加我 Line 的，或者是 IG 私讯都可以哦。到此 Line 都可以哦，对，或者是 IG 都可以联系到我，或者是 QQ 群都行的。然后，因为这个网络真的不太好了，如果大家想聊，想跟我单独聊也可以啊，就是直接私信我就可以，都可以。对，那么这样的直播呢，我觉得以后也会有了，也会有更多。如果说想那个的话，想到更多有意思的事情想跟大家分享的话，我就所以直接开个直播，然后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对不对？说一说，是不是？吹一吹，对不对？就这样子所以至今为止呢，就这样子。如果有 QQ 群，有 QQ， 当然有 QQ 群啦，为什么会没有 QQ 群啊？要我发一下啊？有，我发给你，发在这里好了，发这里。有，不是我开车的，不是我开车的，哪有开车？我们这么正常的聊天，从来不开车的。我们这么 happy， 这么洒脱，是不是？这么有意思的直播就不会那种事情，对。哎，看我都紧张的摇手指了。LINE 群主要我不经常上 LINE 啦。如果说你可以直接跟我 LINE 加好友，我根本可以私下聊，或者是说 QQ 群也可以。因为 LINE 人第一个太少，后面的话就是 LINE 我还不太会用了，主要是就这2点。
Line 的话，我记得我那个YouTube 那个社群那边点开来，好像我发过那个二维码的，可以扫一下就可以加我 Line，然后可以拉进 Line 群。对，没错。哎，反正想多聊一会儿了，然后真的这个网络很鸡啊，不说脏话哦，不说脏话，不能说鸡掰，呸，还说出来了，就很鸡掰。哎，不聊肌肉男啊，再聊下去，我感觉他就聊到尽兴的时候，他突然卡住，就很扫兴啊。所以，对，我很常用 IG 啊，我特别喜欢用 IG。我以前玩推特，然后推特什么东西，推特后面慢慢的，因为也不用啊，因为以前跟我朋友一起用推特，然后现在大多数时间用 IG。大多是用 IG， 对 IG 的话就比较好。我还会发很多，比如吃的呀、玩的呀，都 IG 上先发。哎呀，好了，那不知道现在稍微再，我不知道这直播是怎么样子的，万一他就是不烂群我不知道该怎么下，因为烂我现在是邀请制的嘛，所以说。其实我 WhatsApp 也有啊，WhatsApp 我也有啊。其实 Facebook 我其实都注册了的，对。所以 Line 的话，以前因为 Line 我是想更好的跟台湾或者是香港，就是海外这一区，如果没有 QQ 或者微信的话，就是 Line 的话比较好交流嘛。Line 的话，对啊，我都有。我的 ID， 我的 Line ID 的话，我可以在这里打一下吧。我都打在这里好了。因为烂感觉就是群里面没有什么说话的人，所以说就一般来说 QQ 会是最方便的，因为 QQ 的话我一般经常上，而且一般来说，对，是这样哦。我怎么感觉我在推广 app 了？没有业配哦，就是随便聊一聊。哎，马来西亚粉丝哦，你好你好。哦，你们这里都是用 WhatsApp 吗？WhatsApp 我有呢，有哦，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发，因为 WhatsApp 不是用手机号码的嘛，就不知道该怎么给你。WhatsApp 你可以怎么弄？你可以先关注我 IG 吧，IG 然后可以先跟我 IG 那个私信，然后我把我那个 WhatsApp 的账号发给你，就可以在 WhatsApp 里聊天了。因为 WhatsApp 好像只能用电话的，电话的话我怕这里打出来的话，万一就是什么那个 YouTube 这里的那个途径出去了就不好了，对吧？大家私下还是可以用这个聊的。
话烂也可以，烂可以。烂的话，我就那个 ID 就是了，对。主要还是圣诞节开辟一下，我现在放假特别开心。IG 开群我不太会啊，我 IG 我只会发那个发照片之类的。我 IG 开群那边都没有聊那个玩过，但是我知道 Twitter 可以，因为 Twitter 我以前玩的时候用过，对。不知道这个网络什么时候断掉，我就怕这网络突然之间啪嗒一下断掉了，哇，我就很靠北了，你怎么又断掉了？就，受不了，就怕这网络这样子。好好的哦，这给我连接的好好的，不要乱断哦，断了就不开心了。菜菜回来了，菜菜回来了。那个 IG 是可以开直播的，IG 可以开直播，只是 IG 开直播的话，我没有开过，因为要手机上弄，所以没有试过，所以没有用过。我看很多台湾 YouTuber 就是开直播的时候，就是 YouTube 这里一个，然后那个 IG 那边一个，对，两边都用，就直接两边都直播，一个手机，两个手机一起直播，超帅的，不过他们网络是好，没事啊，等一下，我马上就要下播了，因为我这网络真的受不了，它网络一下好一下坏。TE 的话一般聊的内容方向就不一样了。TE 的整个方向不一样，我觉得如果粉丝群之类的用 TE 的话，我觉得内容方面不在这一块了。对，所以 TE 的话，我一般就不开了。TE 我有号，但是我不开了，只是看。好，晚点可以群聊，烂可以群聊。TE 现在很火吗？是吗？大家都有用都有用 TE 这个东西。其实我以前刚刚进入 TE 的时候，是真的人挺少的，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小众圈子。然后因为它什么通信加密之类的，然后就很多人去用。但我想跟 WhatsApp 没差了，其实。来凑个整数吧，我们15分整时下去吧，15分就整15分。OK， 那各位等一下，如果要加LINE 或者是加 IG 或者是那个什么WhatsApp 和 QQ 的话，都可以直接在那个我发的那个通讯那边，都对那个实时聊天那边都是有发消息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 ID， 就可以直接加好友之类的。对 ，WhatsApp 是要电话号码的，所以一般的话私讯然后再加的话，因为 WhatsApp 一般是
一般就是大家一起朋友之间，就亲人朋友之间加的话，就这样子。我记得香港都是 WhatsApp 或者是 Message， 对吧？这个还是有数的。好，现在还有1分钟哦。那最后大家来想一想，说一下，下一个音声大家想听什么样的主题吧？我想最后一个问题问好就结束了，就大家想听什么主题，直接发在这里就可以。然后我会去制作，因为最近好像也没有什么灵感，最好就请大家。外遇，外遇吗？口味都挺重的啊，是不是？一个个口味那么重，还说要甜甜的、甜甜的，一问全是这么口味重的，天哪！抓到哦，你们被我抓到了。好了好了，要下播了。好，那我们现在数3、2、1，下播了。偏好重口味哦，可以哦。他下一集是不是小三出轨了？可以可以可以，拜拜拜拜拜拜，大好きだよ。さよならみんな。Goodbye。拜拜。